安平开台天后宫13号暗时邀请全国200多间宫庙做伙，共同庆祝安平妈圣诞节寿。市长王伟特、民政局长蒋玲煌、安平区长萧泰华、第4分局长王子雄以及真侪明代贵宾，也拢出席参与盛会。天上圣母圣诞千秋千年秋，也嘛要祝福各位好朋友，大家拢当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平安顺利，大赚钱。伫遮平安年时，现场线路期阵阵小号，不过大家也是无离开，也去雨伞，清气好满，胜地不减，继续欢喜节道。主委罗友丽表示，这场小号真紧就会停，是安平妈表达欢喜的展现。一路来拢是受咱天上圣母来庇佑咱这个台湾，互咱这个台湾会当安尼平平顺顺。今仔日因为咱大家拢知影，咱的妈祖是一个海神，是一个戏，所以我有种感觉，这雨过一阵仔伊就无去啊。因为这是妈祖真欢喜，看咱大家在座，大家拢伫遮，安尼录一个伊家己欢喜的这个戏，互大家。我相信也咪好大家无意。去年天后宫举办01年长香山安平迎妈祖活动，市府主办的西景游记庙宇甲桥板评比，评选出新闻辅佐会、嘉义子龙庙永昌宫、三灵殿、西凉殿、杭州殿、开台天后宫、万通宫、游记桥板的部分，这是新闻辅佐会快乐桥板会、子龙庙桥板会、信用桥板会、高峰桥板会、虎城中福桥板会、昆新桥板会、万通宫桥板会等，并由民政局长蒋玲煌以及安平区长萧泰华颁奖表扬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